香港經濟其實已經緊急踩入死循環。如果你仲以為香港樓價只係短期調整，政府賣地冷清只係暫時現象，呢度嘅金融地位穩如泰山。今日呢條片我會用最真數據、最貼地嘅基層實項，再加國際評級嘅機構嘅隱狀警示，一次過講清楚香港過去幾十年靠高地價撐起嘅繁榮已經鐵底落幕。而家發生嘅唔係普通經濟低潮，係一場冇得逆轉，未來10年都會持續影響每一個香港人嘅卻土性崩塌。點解地產大佬寧願現金揀手都唔敢落場？點解政府年年赤字，不斷借債度日？最終呢筆數千億嘅債務經濟代價，又會由邊一班人買單？成條片內容足夠深入，全部有據可依，建議大家耐心睇晒，絕對可以幫你重新睇清香港未來嘅真實走向。過去幾十年，無論係普羅大眾、商界人士，甚至外國投資者，都有一個根深蒂固嘅觀念：香港之所以可以坐穩國際金融中心，最大底牌就係高地價、高樓價。幾十年以來，所有人都默認呢套遊戲規則會永久運作。大家都相信香港土地永遠稀缺，永遠有升值空間。政府庫房收入、城市經濟活力、普通家庭嘅財富積累，全部都可以靠樓市同土地市場源源不斷做響。如果幾年前有人同你講香港核心市區、新發展區嘅優質地皮會冇人睺，各大地產商集體棄拍，政府賣地收入大幅蒸發，成個城市要靠不斷發債先可以維持日常運作，相信9成9嘅香港人都會覺得呢個人係亂噏，係製造恐慌，係危言韜聽。皆因我哋由細到大見慣嘅，都係香港土地有價、樓市漲旺、地產帶動經濟繁榮嘅畫面。翻睇過去數十年嘅市場軌跡嘅，確足以支撐呢個固有認知。香港作為全球頂級自由經濟體，國際金融河流，土地資源極度稀缺，官方賣地一直係政府最核心嘅財政來源。土地出讓金、物業、印花稅、樓市相關稅收，長期佔據香港庫房總收續嘅最重要部分。每當政府推出新地皮，無論位置面積、規劃用途、新地痕跡詳實等老牌地產巨頭一定爭相入標，多輪搶價推高地價，刷新成交紀錄，係常年市場常態。就算係新界偏遠配套一般嘅地皮，隨隨便便都可以拍出幾十億港元高價。核心市區優質地塊更加係寸土寸金，一標難求。土地市場長期處於禮熱狀態，但係冇人預料到，短短幾年時間，呢個支撐香港半世紀經濟騰飛、維繫金融地位嘅底層邏輯鐵底逆轉。曾經資本紮堆、寸土必爭嘅香港土地市場，而家鐵底陷入無人接貨嘅冷清局面。政府賣地收入逐年縮水，財政缺口愈滾愈大，只可以靠同常發債填補數，維持城市基本運作。呢啲打破市場常規嘅變化，並非短暫行業波動，亦都唔係一時市場情緒，而係一場深入肌理、無法逆轉嘅結構性經濟衰退。對照香港統計處官方數據、國際3大評級機構調研報告、本地投行長期跟進數據，再加基層實體經濟最真實嘅經營狀況，我哋可以好清晰拆解呢場危機嘅核心脈絡。土地交易停頓，財政持續透支，核心產業流失。3大危機互相交係惡性循環，而最後所有沉重代價都會由全港普羅市民一力承擔。好多街坊好鍾意將而家嘅樓市冷清地皮冇人問津，政府財政緊劇，簡單歸納為短期市場低迷，覺得只係地產商暫時收縮，資金短暫觀望，捱過呢段調整期就可以重回昔日繁榮。但係真正識得資本市場運作嘅人都好清楚，香港土地市場全面遇冷，絕對唔係單一地塊、單一時段嘅偶然事件，而係全港資本界、海內外投資機構用真金白銀投票得出嘅長遠判斷，係對香港未來樓價走勢、土地價值、城市發展前景嘅集體不信任投票。地產商棄拍，資本撤離地產賽道，本質就係市場用最理性嘅投資行為，否定咗香港運行幾十年嘅土地財政模式。為咗配合北部都會區、新田科技城等跨境發展規劃落地，香港政府投放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重新梳理構建城市未來20年發展版圖，全面優化跨境交通路網、產業落地配套、跨境居住生活體系，調整城市規劃資源同政策傾斜方向。喺官方規劃同早年投行嘅樂觀研判入面，北部都會區係香港對接大灣區嘅核心渦紐，係未來城市價值增值嘅核心引擎。片區入面推出嘅商住產業地皮，坐擁全北區最優越嘅地理位置，
最完善嘅配套規劃、最給力嘅政策扶持，係公認嘅價值烏波地。按照過去幾十年嘅市場規律，呢類核心規劃地塊一出，一定會引發各大地產商瘋搶。經過多輪競價刷新地價紀錄，帶動成個片區嘅樓價同土地價值節節攀升。但係真實市場走勢貼底推翻晒所有樂觀預期，曾經被全行寄予厚望嘅核心重點地皮，最後竟然出現零標，無人承接底價嘅成價局面。呢個係香港土地市場成立以來極之罕見嘅集體資本撤退現象。單一地皮流拍仲可以歸咎於規劃瑕疵、市場情緒波動，但連續數年多個核心片區嘅優質地皮集中流拍，足以證明市場基本面已經貼底重組。梳理近幾年香港土拍完整紀錄，可以見到港府同港鐵聯合推出嘅大量住宅商住混合地塊，涵蓋啟德山頂、九龍塘等傳統黃金地段，統統遇冷。部分頂級地皮甚至連一份意向投標都收唔到，直接打破香港核心地段地皮從來唔流拍嘅市場鐵律。從市場主體行為嚟睇，本地老牌地產財團、外資大型投資機構已經集體戰略性退出香港土地投資賽道，大幅收縮地產投資規模，唔再願意動用幾十億巨額資金參與開發週期長達10年以上嘅重資產地產項目。普羅大眾多數只會見到地產商停止買地嘅表面現象，誤以為只係行業短期去庫存、階段性收縮，等樓市回暖就會重新佈局。但深層嚟講，各大財團、外資機構嘅集體撤資，標誌住香港高地價經濟模式嘅底層運作邏輯徹底崩塌。資產政府財政帶動城市經濟、維繫金融地位嘅土地經濟體系已經陷入半停頓狀態。對比10年前後嘅香港土地市場氛圍，就可以直觀感受到資本市場180度嘅態度逆轉。當年北部都會區規劃剛剛公佈，成個資本市場一片看好，所有行業分析師、國際投行研報都給出樂觀預測，認定片區未來20年會迎來爆發式增值。大量高端住宅產業樓宇落成之後，會持續推高片區土地同物業價值。持有呢度嘅地皮，就等於鎖定長期增值收益，係穩賺唔賠嘅優質資產。當時政府無論推出細地、大地邊緣地、核心地，一定引發多輪高價競拍，市場熱度長期居高不下。而家資本全面撤退，絕對唔係單純樓市短期調整，而係基於城市基本面、人口、各個產業格局嘅長遠悲觀判斷，背後隱藏住一大堆難以破解嘅深層隱患。首先，香港地產項目嘅投資回報週期過於漫長，完全唔符合現金資本嘅快速流動需求。地產商攞到幾十億高價地皮之後，並唔可以即刻開發賺錢，仲要持續投入巨額資金完善片區基建，鋪設交通路網、起學校醫院、配套商業設施、優化公共服務。由地皮動工開發到片區人流集聚、商業成熟、現金流穩定，最少需要10年甚至10幾年時間。超長開發週期之外，仲有持續惡化嘅市場基本面，進一步壓縮投資回報空間。近年香港人口持續淨流出，常住人口總量逐年下跌，本地消費市場不斷萎縮。無論係住宅居住需求、商業經營需求、寫字樓辦公需求，增值空間都極度有限。地產商透過內部收益率模型計算之後，好容易就會發現幾十億嘅前期投入，未來10幾年都產生唔到穩定正向現金流，長期處於虧損風險之中。而家低風險理財、海外優質資產、投資渠道充足，絕大部分地產財團寧願將巨額資金擺喺銀行收穩定利息，或者佈局海外低風險資產，都唔會重倉香港土地承擔呢種長遠不確定性風險。財團手頭現金充足卻堅決唔入場，核心從來唔係唔夠錢，而係徹底放棄咗香港土地嘅長遠增值預期。呢種集體避險嘅資本行為折射出嘅經濟隱患，遠遠比樓價下跌、樓市降溫更加致命。土地市場全面停滯，直接引爆香港政府財政收入嘅斷崖式下滑，徹底擊穿香港財政體系嘅原有平衡。回顧香港幾十年嘅財政運作模式，土地出讓金、樓市物業印花稅、企業利得稅係3大核心財政收入來源，其中土地相關收入長期佔據政府全年總收入嘅近20%，係最穩定、最重要嘅財政支柱。喺樓市同土地市場嘅鼎盛時期，香港單年度賣地收入一度逼近1000億港元水平，為城市基建升級、公共服務完善、民生福利落地提供咗充足資金支持。
但係近年官方財政統計數據顯示，香港年度賣地收入大幅縮水，較高峰期暴跌超過7成，長期維持喺8餘億港元嘅低位，收支缺口逐年擴大。單個年度上半年土地交易總額僅得數億港元，對比年初制定嘅數百億賣地收入預算，完成率不足1成，財政收入缺口鐵底失控。土地收入持續縮水，令香港政府長年陷於千億級別財政赤字困境。連續多個財政年度，香港綜合財政赤字累計金額高達數百億甚至上千億港元。就算官方多次下調赤字預期，最終實際財政缺口都會因為土地收入唔及預期而繼續擴大。好多普羅市民對千億赤字冇直觀概念。我哋用最貼地嘅民生題目解讀：香港全年各類稅收加雜項收入大約5000億港元，千億級別財政缺口代表政府每收入5蚊就會溪發1蚊。長期維持呢種收支失衡，對於極度依賴財政穩健、信用背書嘅國際金融中心嚟講，係極具破壞力嘅高風險狀態。為咗填補巨額財政缺口，維持城市日常運作，保障基建工程同公共服務唔中斷，香港政府只可以不斷擴大發債規模，靠新增債券資金覆蓋收支漏洞。根據香港5年財政規劃公示內容，未來5個財政年度，政府每年發行嘅基建債券、公共服務債券規模穩定維持喺1,800億至1,950億港元區間，淨係每年嘅債券利息開支就高達數百億港元。好多市民有誤區，以為政府發行嘅巨額債券資金全部投入北部都會區、創科園區等長遠產業佈局，係為城市未來發展蓄力。但真實嘅財政開支數據會打破呢份樂觀。每年募集嘅巨額債券資金入面，超過一半只係用嚟搶運舊債、支付利息，真正投入產業升級、民生改善、基建新建、業態優化嘅資金不足一半。呢個意味住香港而家嘅財政運作模式已經徹底陷入借新還舊、以債養債嘅惡性循環，同普通家庭刷信用卡、刷東補西透支未來生活模式一模一樣。短期睇，發債可以快速填補財政缺口，維持公共服務、公務員、人工基礎工程運作正常，城市表面穩定運行。但長遠睇，財務規模會好似滾雪球一樣不斷擴張，利息負擔逐年加重，財政壓力只會愈積愈大。更加嚴峻嘅係，一旦全球金融市場進入高息週期，香港嘅發債融資成本會大幅攀升，利息開支進一步暴漲，本來已經勤緊嘅財政體係會鐵底承壓，陷入無解嘅債務泥潭。好多人都會疑惑，香港從前靠賣地賺大錢，樓市盈利豐厚，庫房儲備充足，根本唔使大規模發債，點解短短幾年就鐵底陷入財政困局？核心原因從來唔係短期市場波動，而係香港經濟內生造血能力全面退化，缺乏性競爭力永久流失。好多人對香港經濟認知片面，以為香港淨係靠土地樓市，但其實過好幾十年，香港依託自由港優勢、國際區位優勢，打造出強大嘅國際貿易、高端金融服務、專業資訊服務產業。呢啲實體產業源源不斷產生真實經濟收益，先係香港經濟嘅真正底氣。就算樓市出現短期週期性調整，實體產業嘅稅收、貿易收益都可以穩穩撐住政府財政同城市運作，形成樓市波動、經濟穩健嘅緩衝格局。但係而家嘅香港已經徹底失去呢個產業緩衝空間。最新官方經濟數據顯示，香港整體 GDP 增值近乎停滯，曾經支撐經濟命脈嘅進出口貿易、高端服務業兩大支柱產業增值率無限接近零。大量傳統商貿服務行業甚至出現負增字，實體經濟全面低迷。更值得警惕嘅係國際資本市場嘅權威判斷，穆迪標普兩大全球頂級主權信用評級機構先後更新香港信用展望報告。雖然暫時維持香港主權信用評級不變，但已經明確將香港財政風險、債務累積風險、產業空心化風險納入重點觀察名單，並且公開發出風險警示。香港長期依賴嘅土地財政模式已經難以為繼，現有傳統產業稅收無法填補土地收入流失嘅缺口，本土產業競爭力只會逐年弱化。未來3至5年係香港財政能否守住基本盤嘅關鍵考驗期。呢份來自國際權威機構嘅風險判定，絕對唔係空穴來風，而係基於海量市場數據嘅客觀結論，亦都完美解釋咗點解外資機構、本土大型財團寧願手握大量現金閒置，都唔願意入局香港土地同實體投資。
資本市場永遠係最靈敏嘅風向標。資本集體撤退嘅背後，係對香港經濟長遠基本面嘅睇淡，係對結構性危機無法逆轉嘅理性預判。如果話宏觀財政數據，資本市場走勢太抽象，咁落去全港18區嘅基層市井商台，就可以最直觀、最真實感受到呢場經濟危機嘅全面緊透。曾經人流不息、日夜繁華嘅銅鑼灣、尖沙咀、旺角等核心商區，以及沙田、元朗等新界民生核心地段，商鋪空置已經由從前嘅零星個案變成常態化普遍性現象。我近年走訪大量經營10年、20年以上嘅本土老店，無論係茶餐廳、時裝店、精品零售店、社區服務店鋪，所有老闆嘅經營現狀都高度一致。而家做生意已經唔係賺多賺少嘅問題，而係點樣減少虧損，頂住壓力，艱苦續命。好多開咗超過20年嘅茶餐廳老闆坦言，疫情3年靠政府就業補貼、租金寬減，再加街坊幫襯，仲可以勉強維持門店運作。但全面通關之後，市場不但冇迎來大家預期嘅消費復甦，反而一年比一年難做。從前週末假期座無虛席，平日夜晚都係消費高峰，而家日間人流稀疏，晚上7點過後商區已經冷清晒，基本冇消費人群。與此同時，門店經營成本年年上升，人工、食材、水電雜費節節走高，但市場消費低迷，同行競爭激烈，只可以減價引流壓縮利潤。就算係咁，每月營收都持續走低，好多月份辛苦捱落嚟，仲要倒貼錢。更令中小商戶無奈嘅係經營心態嘅鐵底轉變。從前做生意，只要用心做好食物、優化服務、守住口碑就可以穩定累積客源、持續盈利。經營重心全部擺喺品質升級同服務優化上面。而家開店第一樣要考慮嘅就係點樣節省成本，對沖高昂租金，避免溝損。根本多餘唔出資金同心力去升級菜品、優化服務、迭代經營模式。呢種經營困境絕對唔係個別店鋪嘅問題，而係全港數10萬中小微企業嘅共同命運，係香港實體經濟持續萎縮嘅真實縮影。好多人習慣將而家嘅經濟調整類比1997金融風暴、2003沙士、2008環球海嘯、3年疫情衝擊等歷次危機，但本質上今次調整同以往所有危機都有根本性分別。以往所有危機都係外部環境引發嘅短期週期性衝擊，危機過去之後，全球經濟回暖，市場信心修復，香港樓市、股市、消費市場可以快速反彈，土地財政模式即刻重回正軌。城市經濟可以迅速收復回血，但係而家香港面對嘅係內生性、長期性、無法逆轉嘅九缺口性崩塌。土地財政體系鐵底失靈，傳統核心產業競爭力持續弱化，人口局好永久逆轉，市民消費習慣鐵底改變，資本外流頹勢不可逆。呢一系列問題全部植根喺城市發展底層邏輯，絕對唔係短期政策刺激、階段性經濟回暖就可以收復。呢種結構性衰退嘅隱性影響，透過財政傳導、民生浸透、資源調配，不斷放大城市嘅發展困境。財政持續收縮嘅大環境下，香港政府嘅公共資源調配邏輯明顯偏移，面對巨額債務同財政缺口，必然會壓縮基層民生開支。近2年，全港多區公立圖書館、社區中心、康體文儀設施陸續縮短開放時間，削減運營經費，壓縮服務人手。基層民生幫扶計劃、低收入津貼、社區便民服務不斷收緊，申請門檻愈來愈高。公務員編制優化、公共服務外判減資，直接導致市民日常接觸嘅公共服務效率下降、品質下滑、體驗變差。呢啲細微但無處不在嘅民生變化，持續降低香港市民嘅城市幸福感同歸屬感，進一步削弱城市留住人口、吸納人才嘅核心競爭力，形成人口外流、好消係萎縮、企業虧損、稅收下滑、財政惡化、民生縮水、人口再外流嘅閉環惡性循環，令缺口性危機不斷自我強化、持續深化。目前官方對外釋放嘅發展信號一直保持樂觀態度，認為而家嘅財政低迷、市場冷清只係短期現象。隨住北部都會區、新田科技城等大型規劃配套逐步落地，創科產業陸續進駐，未來土地價值、企業稅收會大幅反彈，足以填補而家嘅財政契空，扭轉經濟品勢。但呢套樂觀邏輯完全建立喺3個理想化嘅前提之上：香港人口持續回流增值，大灣區產業資源順利落地，樓價同地價重回上升通道。對照香港真實社會經濟現狀，呢3大前提全部難以實現。所謂樂觀預期完全冇現實支撐。
首先，香港人口淨流出趨勢不但冇止步，反而逐年加劇。大量高收入、高消費能力嘅中產家庭選擇移居外地或者長期離港生活。作為本地消費樓市剛需嘅核心主力群體不斷縮減，直接導致本地零售餐飲服務樓市需求全面萎縮，中小企業營收持續下滑，企業利得稅、個人薪俸稅同步縮水，進一步壓縮政府財政收入來源。其次，區域產業競爭格局鐵底重組，香港嘅產業吸納能力持續弱化。近年大灣區核心城市嘅金融創科、高端服務業快速崛起，產業鏈配套越來越完善，營運成本更低，政策扶持更豐厚。與此同時，新加坡不斷推出減稅、人才補貼、企業落戶優惠，全力搶奪跨國企業區域總部同高端金融資源。雙重競爭壓力之下，大量跨國企業將區域總部核心撬物由香港遷移至深圳、廣州。新加坡外資駐港規模持續收縮，高端增值商業活動不斷流失，原本穩固嘅產業稅收來源持續萎縮。就算香港大規模興建產業園、創科園，都難以吸引優質企業同高端人才入駐。海量基建投入隨時嚟，為無效資產產生唔到任何經濟回報。最後，土地市場已經急出最明確嘅長遠預判，土拍全面遇冷，地產商集體撤退，意味住未來數年香港賣地收入根本冇大幅反彈嘅空間。土地產業、稅收三大財政支柱同步走弱，財政缺口只會逐年擴大，唔會自動收窄。財政困局將長期持續。除咗土地出讓收入暴跌，香港第二大財政收入來源樓市交易印花稅亦都同步陷入持續萎縮。印花稅收入完全取決於樓市、股市嘅交易活躍度，市場成交熱度直接決定稅收規模。就算政府向推出多項樓市調控稅費優化政策，試圖激活市場流動性，但市場觀望情緒濃厚，投資性置業需求幾乎完全消失，剩返少量剛性自住需求撐住市場。整體成交規模、成交次數遠遠不及樓市黃金時期。更加關鍵嘅係，從前支撐樓市高價成交、貢獻巨額印花稅嘅高收入中產群體持續外流，市場缺少高價成交主力，樓市交易以細額剛需低價為主，整體印花稅規模大幅下滑，進一步加劇政府財政收支失衡。土地收入、樓市印花稅、K2利得稅三大核心收入全方位縮水，但政府剛性開支完全冇壓縮空間。每年基礎工程運為公共設施保養、公務員薪酬福利、民生津貼、醫療教育開支等硬性支出，長期維持高位，收入驟減，開支剛性，財政缺口只會不斷擴大，完全冇自我修復能力。更矛盾嘅係，面對千億級別嘅持續財政壓力，政府嘅開支調配方式陷入兩極分化嘅惡性循環，進一步加劇經濟同民生困境。一方面，為咗壓縮開支粉解赤字壓力，政府持續收緊基層民生經費，提高各類津貼公共服務嘅申請門檻，削減社區服務、民惠惠民、基層幫扶預算，同時逐步上調水電、交通、街市攤位經營牌照等公共收費，將財政壓力直接轉嫁俾普羅市民同中小商戶。另一方面，北部都會區、新田科技城等超長週期大型基建項目仍然不斷追加投入，就算呢啲項目短期之內產生唔到任何營收，未來10年都難以實現正向收益，依然持續投放巨額財政同債券資金。呢種資源調配模式直接加重基層民生負擔，市民可支配收入進一步縮水，消費能力下降，本地零售、餐飲、生活服務實體經濟再度承壓，中小企業盈利難度加大，虧損面擴大，企業利得稅再跌，政府財政缺口再擴大，只可以繼續加大發債規模，債務負擔愈滾愈大，鐵底走不出死循環。普羅市民可以最直觀感受到呢種變化。旺角、銅鑼灣、西九龍等核心商區空置鋪位逐年增加，連鎖餐飲、時裝品牌、本土老店陸續結業撤場，新鋪開業週期愈來愈短。背後嘅核心邏輯就係市民可支配收入縮水生活，剛性開支上漲，消費愈低迷，實體經濟失去生存根基，市場活力持續流失。除此之外，國際財經機構嘅深度研判揭露咗另一個隱藏且致命嘅財政風險。香港政府財政儲備正在快速消耗，財政緩衝空間瀕臨枯竭。對比10年前經濟高增值、財政高盈餘時期，而家香港財政儲備規模已經大幅縮水。按照而家每年嘅赤字規模同開支速度計算，現有儲備只足夠支撐政府大約8個月嘅基本運作。一旦未來出現全球金融波動突發公共事件，
大威模民生幫扶需求，政府冇充足儲備應對風險，財政抗衝擊能力幾乎落到底線。更值得警惕嘅係外匯基金嘅定位鬆動。外匯基金係香港積累幾十年嘅金融安全底線，核心作用係抵禦全球金融動盪，對沖國際資本衝擊，穩定港元匯率同股市體系，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嘅最後防火牆。過去無論經歷金融風暴、疫情衝擊，政府都一直守住底線，絕不隨意動用外匯基金填補日常財政缺口。但係而家財政壓力高企，市場不斷出現動用外匯基金填基建開支補財政赤字嘅聲音。一旦打破外匯基金使用底線，隨意調動核心儲備填短期數，就等於鐵底拆走香港抵頭國際金融風險嘅最後防線。未來如果全球進入加息週期，國際資本大規模撤離香港，港元匯率、本地股市金融體係會失去緩衝屏障，隨時出現劇烈波動，成個城市嘅金融穩定會受到根本性、顛覆性打擊，後續修復難度極大，損失無法估量。從債務合約個本質嚟睇，香港嘅發債邏輯已經鐵底變質，長遠財政風險不斷放大。從前香港發行嘅基建債、政府債，大多數投向有穩定長遠收益嘅優質金融項目、產業基建項目，靠項目後續嘅經營收益、增值回報，完全可以覆蓋債券利息同本金，唔會加重長遠財政負擔，屬於良性增值型負債。但近年發債邏輯完全逆轉，絕大部分債券資金唔再投向增值型產業項目，而係用喺一次性基建投入、日常運維開支、舊債利息償還等消耗性領域。就算係已經落地嘅片區開發、基建建設項目，都存在回報週期超長、收益極不穩定嘅問題。片區配套住宅、商業物業落成之後，受人口外流消費萎縮影響，隨時面對人流不足、空置率高企、盈利困難嘅問題，產生唔到穩定現金流同財政收益。呢個意味住而家大部分政府債務都係零收益、零回報嘅剛性負債。未來債券本金同利息嘅歸付，只可以依靠未來新增稅收或者不斷發新債滾動續期。呢種債務滾動模式喺全球低息環境之下，仲可以勉強維持。一旦進入全球高息週期，債務利息開支會逐年攀升，政府財政會被累積嘅債務負擔拖垮，鐵底陷入債務危機泥潭。多家國際投行發布嘅香港財政專項研報明確預警，喺現有土地收入、產業稅收持續低位運行嘅態勢下，未來數年香港財政盈餘會鐵底成為歷史，赤字同債務擴張會成為常態。而家累積嘅巨額財政交損同債務，絕對唔會憑空消失，最終會由全港市民共同承擔，唔分年齡、唔分階層、唔分行業，所有人都會透過資產問值、公共收費上調、稅務調整、告敗力縮水等各種方式，分攤呢場國口性危機嘅代價。好多人會質疑北部都會區新田科技城作為香港對接大灣區嘅核心戰略規劃，具備極強長遠價值，點解唔繼續大力投入佈局？不可否認，呢啲大型基建規劃擁有極高嘅戰略意義，係香港融入大灣區拓展發展空間、轉型創科經濟嘅核心佈局，為城市長遠發展預留空間。但所有長遠戰略都必須匹配短期經濟人口、產業基本面支撐。超長週期、超大投入嘅基建項目，一定要有人口流入、消費增值、產業落地先可以回本盈利。而家香港面對嘅人口淨流出、消費萎縮、產業外流三大短期壓力，完全支撐唔到呢類超長週期基建項目回本。從前香港經濟繁榮，靠嘅係獨一無二嘅內地對外金融跳板優勢、海量自由行客流、持續人口增值，先可以撐起高地價、高房價模式。但而家大灣區城市快速崛起，產業鏈金融體系創科配套不斷完善，再加新加坡嘅強力競爭，香港獨家跳板優勢鐵底弱化，大量原本打算落戶香港嘅金融創科企業紛紛轉投深圳、廣州、新加坡。就算香港投入千億資金起產業園創科基地，都會面對冇企業入駐、冇人才落地、冇產業集聚嘅成家局面，海量基建投入變成無效資產，進一步加重財政負擔。落實到每一位普通香港市民嘅生活，呢場局後性危機嘅影響主要集中喺兩大層面，形成雙重財富打壓。第一係個人同家庭資產持續穩值極，幾十年以來，物業係香港家庭最核心嘅財富儲存載體，係絕大部分人畢生積蓄嘅依託。而家土地市場全面遇冷，
地價持續下行，直接重構全港物業價值體系。未來二手樓價好大機會進入長期陰跌持續貧瘠通道。大量早年高價入市背負高額按揭嘅家庭，會持續面對資產縮水、負資產風險，畢生積蓄喺市場調整中不斷蒸發，家庭財富大幅縮水。第二係生活成本持續攀升，實際收入不斷縮水。政府財政收入不足嘅情況下，必然會透過上調公共服務收費、增加經營稅費、提高各類牌照租金等方式補充財政缺口。水電、交通、民生服務經營成本節節上升，但基層打工仔、普通上班族嘅人工升幅遠遠追唔上生活開支漲幅，個人實際購買力逐年下降，收入含金量持續縮水。一邊係固定資產不斷廢值，一邊係日常生存成本不斷增加，雙重壓力搭加之下，基層市民生活壓力只會越來越大，生活品質持續下滑。依然有不少人抱有樂觀幻想，覺得只要持續推動大型基建落地，完善片區規劃就可以吸引外地人才同資金流入，帶動樓價地價、稅收全面反彈，打破而家嘅財政死循環。但從全球城市競爭核心邏輯嚟睇，一座城市嘅長遠吸引力從來唔取決於大型基建同土地儲備，真正核心係產業配套完善度、生活成本合理性、稅務政策優勢、就業品質、人才扶持力度等軟實力。而家大灣區城市有更平嘅寫字樓、租金、更完整嘅實體產業鏈、更豐厚嘅重現補貼、更親民嘅生活成本。新加坡靠低稅率、自由金融環境、家族辦公室優惠，不斷搶奪全球金融資本同高端人才。相比之下，香港營商成本、生活成本長期高企，產業轉型進度緩慢，創科產業落地不足，傳統產業持續流失。唔從根本優化營商環境，降低生活成本，完善產業配套，單靠基建投入拉動經濟，根本逆轉唔到資本外流、人才流失、產業空心化嘅大頹勢。數千億基建投入，最終好大機會陷入人流不足、產業空置、稅收缺失嘅困境，填補唔到巨額發債開支缺口，進一步固化財政惡性循環。回顧香港過去4輪經濟低潮，無論係金融風暴、疫情衝擊，抑或市場調整，每一次危機過後都會有新產業崛起、新人口流入、新資本入局，帶動經濟快速反彈復甦。但今次土地、財政、債務、產業、人口多重疊加嘅缺口性衰退，完全冇短期外部紅利可以對沖破解。由土拍市場零承接嘅資本撤退信號，到千億級別常態化財政赤字，再到實體經濟萎縮、中小企業倒閉潮、人口持續淨流出，多重負面因素互相牽引、自我強化，形成閉環惡性循環。冇任何短期政策可以輕易打破僵局、逆轉崩勢。面對一連串冰冷數據同殘酷現實，好多市民會感到悲觀，但過度消極並冇意義。認清真實市場基本面，摒棄陳舊固有思維，先可以提前做好規劃，穩穩度過經濟調整週期。對於持有多套物業、高齡金投資嘅朋友，要及時優化個人資產負債，缺口降低按揭領金，避免長遠樓價調整帶嚟嘅負資產風險，盤活存量資產，儲備充足現金流。對於普通年輕上班族，要主動削減非必要高端消費數缺，超前借貸消費留存充足，應急儲備貼底拋棄樓價永遠上升、資產這升不跌嘅舊思維，適應經濟下行、資產波動嘅新市場格局。對於打算撞燕佈局實體行業嘅朋友，要主動避開高度依賴本地人流嘅傳統零售、大型餐飲、線下實體等內卷賽道，轉向跨境服務、數碼化輕資產、線上新業態等低風險方向，減少實體鋪位租金同人工成本嘅沉重負擔，貼合而家嘅市場節奏。所有市民都要清晰認知，靠高地價、高房價撐起嘅舊香港財富神話已經鐵底落幕。未來幾十年唔會再重現從前嘅黃金年代。所有人嘅財務規劃、職業規劃、資產配置都必須建立喺經濟激求調整、資產價值理性回歸嘅全新邏輯之上。我長期深耕香港財經領域，拆解土地市場數據、財政預算佈局、產業流動頭勢、基層民生實項，從來唔係為咗散播負面情緒、製造市場恐慌，而係幫大家撥開官方片面樂觀嘅輿論迷樓，還原香港經濟最真實、最底層嘅運行邏輯，等每一個人都可以精準把握市場走向，提前避險、長遠佈局。而家香港經歷嘅係幾十年一遇嘅深層結構性變革，舊發展模式鐵底失效，先覺尚未成形，陣痛同潮醒係必經過程，唯有認清現實，主動適配，提前佈局，
先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個人同家庭損失，穩穩穿越經濟週期。如果你一直關注香港樓市走勢、財政變化、行業動態，或者身邊見過資產轉移、家庭移居、行業裁員、商鋪倒閉嘅真實個案，歡迎喺留言區積極傾偈，互相交流、互通資訊，一齊睇清香港經濟嘅真實走向，避開市場陷阱，把握潛在機遇。想持續跟進香港最新土拍結果、官方財政預算數據、各行各業真實經營狀況、人才流動態勢，深度拆解香港經濟底層真相嘅朋友，記得點讚留言，即刻訂閱我嘅頻道。我會持續更新一手行業、乾貨權威數據解讀，最貼地嘅民生實項，定期拆解香港經濟嘅機遇同風險，陪大家精準把握市場週期，從容應對時代變化。多謝大家收看，祝大家萬事順利、平安健康。